90年代公屋翻新，43平方間出3房，大家幫我睇下。呢算唔算好設計呢？入門客廳加咗唔少木材元素，所以特別 warm， 排櫃到頂，上面可以放啲雜物，中間擺口罩、手袋，一家大細都夠用。後面係梳化同背景櫃，呢隻櫃就真係偷位先做翻出嚟㗎。睇翻戶型圖，3個房間以客廳為中心呈發射狀，係邊個門口擺隻櫃都感覺好逼擠。咁如果梳化前移少少啦，呢個問題就解決啦。利用牆面空間做櫃，視野冇遮擋唔逼擠，儲物仲翻一番，留低咁大嘅廳夠唔夠你坐呢？右邊主人房，靠窗5尺書台，辦公、化妝夠光猛，轉角位都冇晒，上面特設薄櫃，唔遮冷氣，7尺衣櫃無拉手設計，右側挖空，慳咗個床頭櫃，4尺油畫床收埋換櫃3臂，空間更新靜。房間2原本冇築牆，用電視櫃加衣櫃嚟間隔，出嚟嘅效果都好好，千祈冇低估咗3臂吸音嘅能力。想做櫃間房嘅就放心大膽去做啦，你會發現又慳咗筆水泥錢。房間3做咗上下床，滿足人口多嘅需求，床頭書台衣櫃，設計簡單得來，但又5臟俱全，每間房都特設夾萬，功能收納雙升級，生活自然掂過碌蔗，做家私就揾我。